聯邦調查局 FBI 針對一個名為 Kali365 嘅黑客平台而發出緊急網絡安全警告，指 Microsoft 365計劃嘅用戶，包括 Teams、Outlook 同埋 OneDrive 嘅使用者，都係嗰啲黑客嘅攻擊目標。周正軍報道。FBI 聯邦調查局指，Kali365係一個網絡釣魚服務平台，詐騙分子只需要每月約$250訂閱，就可以攞到 AI 生成嘅釣魚電郵、自動化攻擊模組以及竊取 OAuth 裝置驗證碼嘅工具。透過竊取呢啲驗證碼，黑客無需用戶密碼就可以繞過多重身份認證，直接入侵 Microsoft 帳戶。詐騙手法方面，被攻擊嘅受害者會收到偽裝成可信文件共享服務嘅釣魚電郵，內附裝置驗證碼同操作指引，誘騙用戶自行開通帳戶存取權限。FBI 響今年4月第一次發現嗰個平台。當局呼籲用戶切勿點擊任何自己未有主動要求嘅驗證碼連結。如果發現可疑登入或未授權裝置，就要立即向互聯網犯罪投訴中心舉報。微軟表示，公司數碼犯罪部門已經成功瓦解多個類似嘅平台，並將持續打擊相關網絡犯罪活動。26台記者周正軍報導。